来讲外国的新闻，来讲到美国特斯拉执行长呢马斯克，马斯克甲美国总统川普又个见面。马斯克伫美国时间7月宣布讲要创立美国党，挑战共和甲民主的两大党。马斯克气势真强，这个川普嘛无客气啊，过两天就甲美讲的马斯克真正是规拢走正去。第三党离美国根本就行袂通，想法有够悍，啊无欢喜的也有投资人，本来是要推出特斯拉 ETF 的投资公司，随法庭。表示讲要延期才上市。美国总统川普和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搁一摆点到正会。马斯克美国时间5号发出创立美国党，要来挑战共和民主两大党。川普看袂做的过当讲随反击，问马斯克黑白来做第三党是要来乱呢？ It really seems to have been developed for two parties. Third parties have never worked. So he can have fun with it, but I think it's ridiculous. 川普伫咧普文就特别讲，马斯克不满打通过的第2笔减税和支出法案是因为法案煽动联邦政府支持电动车的政策。佮讲到马斯克是要和一位好朋友来换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 NASA， 安尼一无妥当。唯一就是马斯克因为自身的利益，才反对为着美国好的川普。进前不断传出和马斯克危害美国财政部长贝辛德嘛加入政局，讲马斯克公司的投资钱，嘛无想要看到伊插政治的代志。I imagine that those board of directors did not like this announcement yesterday and will be encouraging him to focus on his business activities, not his political activities. 贝辛德的讲法唔是风声放响，就伫咧马斯克宣布创立美国党的迄一天，一间投资公司就宣布要延后特斯拉交易所交易基金的上市，嘛讲马斯克的行为可能破坏投资人的信心，要求特斯拉董事会赶紧说明。马斯克即马也未讲到美国党组党的时间，敢若暗示会争取关键少数，来冲破美国由两大党独占的政治局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